中国国台办放调要通缉台湾海客迫害中国配偶的人，佮有台独拍手这3种人，佮讲要支持去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做因的靠山。另外，网庆馆长陈之汉讲要去中国做和平大使。陆委会表示，一般的台湾人去中国唔免政府核准，所以干那会当甲祝福。陆委会伫最近查出可能甲中共的党政军合作，发文政治表态台湾艺人。包括欧阳娜娜、黄安等人，中国国台办煞借机会声援，话讲17亿人是恁永远的靠山。陆委会主委柯水晴听了是笑笑。在特定时刻转发相同的图贴或是共同的言论我们不太相信这是自发行为。我想你们相信吗？真的是把我们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视为一家人的话，那就不应该在特定时刻要求他们政治表态。网红馆长陈之汉讲将会去中国做和平大使。柯水晴讲，因为伊是一般个人，无需要政府许可，也只个人祝福伊，并且提醒爱注意社会观感。对于国台办李培讲要严听通缉3种人，包括台湾海客、迫害陆配人，一个台独的打手。陆委会认为，这只是激起台湾社会反感。这种恫吓的言辞对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绝对一点帮忙都没有。针对这群大陆配偶的武统言论，加反制中共对台渗透，立委也提案审查量化条例修正草案，希望明定言论自由加危害国家安全的界线。如果台湾人在台湾自发性的发表支持统一的言论，这有处罚吗？这应该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所以这没有处罚。好，那如果发表支持中国武力统一台湾或支持中国对台军演，这样有处罚吗？我们还是要了解他背后的动机。没错，主委，我以为你是国安局你是陆委会这个危害中华民国存在或变更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在消灭中华民国主权。好，光是发表这样的讲话就能够危害中华民国了吗？中华民国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没有自信、那么脆弱呢？我们看一下，鼓吹武统台湾，鼓吹用武力的方式来侵略台湾，像这些嘴巴讲就可以啦。民进党立委也提出，国会议员赴中国立管修法和南北放散。柯水晴讲，去中国审查加两岸和平是两件代志，尊重国会自治，但是强调国会自治不应该超越国家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